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应叶牧师。2月14日，上帝的指纹机会，我们要读的经文记载在以斯帖记7章1到2节。RPG 我们要祷告的金句记载在耶利米哀歌3章24节。上主是我所有的一切，我把希望寄托于他。有人这样说，我们猜猜看，这是一个什么字呢？它是一个成功的关键字哦。以下是很爱捉弄人的，说它多，但又很少见；说它少，却处处都是。猜一个成功的关键，答案是机会。对了，其实机会是属于那些善于寻找和抓住它的人。那些对机会视而不见的人，永远都别想要拥有它，而且可以抓住的它。那么机会是人可以准备，但机会可有时候真的是需要这位神。那看不见的手，那双看不见的手，我们看不见只能感受到，但有没有真的是像指纹一样呢？上帝的指纹可以在大自然当中可以发现，对吗？指纹其实就是在讲灵长类的动物手指上的皮肤纹路，也可以指这些纹路在物体里印下的这个印痕。当人的手指摸一些物件的时候，指纹会增加手指跟物件之间的摩擦力，使人可以抓住东西。那么所以在犯罪学上跟法医学上，指纹常常被用来作为这个法庭的证据。广义的指纹其实包括手掌、脚掌纹这个脚纹，这个可以从这里纹路知道，这个人造访过那上帝也一样上帝造访过，他的指纹在哪里呢？机会来了，我们准备好了吗？今天经文2节其实可以合并成1节。第7章一开始，第2天，王和哈曼再次去赴以斯帖的宴会。喝酒的时候，王又问了以斯帖：王后以斯帖现在告诉我你想求什么，我都会给你，就是王国的一半，我也愿意给你。哇，这句话可是第2次说了我们会不会觉得我如果听到这句话，那我要赶快求，我赶快讲我要什么呢？我想最近应该有很多人有这种经验。如果我们过完年，我们去换工作面试的时候，面试官会问你，你希望多少的待遇？有点类似像这样或者是你被挖角，人家一定会像这个王后一样，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答应给你，只要你这个跳槽到我的公司。那我们怎么回答？这可是一个智慧。所以机会来了，我们有智慧来判断，来说，来怎么说吗？我们来看今天以斯帖他怎么说。我想我们心中会有很多的疑惑，为什么以斯帖需要第2次宴客？第1次宴客不能就解决吗？其实我们从昨天第6章就知道，这是那双看不见的手一路的带领。因为以斯帖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他知道他面临的风险，他为了降低风险，以色列的策略其实我们可以从我们事后诸葛，我们可以观察到，以斯帖他是相机行事按照王的心情，在恰当的时机要提出请求。我们知道按照东方的习俗在谈判的过程往往都要包括有多次的宴席5章4节的时候，王第1次赴宴的时候，以斯帖必定是判断时机还没成熟，
所以他请王带哈曼再次赴宴。我们现在想起来还真的是因为在第一次宴客之后，王睡不着觉记得吗？然后他想起末底改，他对犹大人有好感，整个翻转过来，原来犹大人救过他，末底改救过他。同时以斯帖没有说明他的请求，真的是成为一个吊人胃口他是一种这个激发王的好奇心。在第二次宴会的时候，以斯帖等到王这个要向他说出这个话，确定王仍然悦纳他这个是第3次我们记得嘛其实真的是第一次是他邀请第一次赴宴，对不对？5章4节，然后5章这个8节，我们再看到7章2节，在这个地方看到他又来问一次这是我想以斯帖不会是一个读过很多书的，在流亡期间、被掳期间，但神就是他最好智慧的源头，神给他的智慧那么虽然王说的这个是官场话这个一种可以说是一种夸饰啦不是真的要愿意把国的一半给他但王我们看他第3次说这话，表示王悦纳以斯帖。对以斯帖来说，这是一个确信的一个信号时机到了，机会来了。这次的机会不是误会确定3次，他很聪明很有智慧，知道怎么样确定机会还是误会了，怎么样子来回答，我想我们明天会知道。那么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问题是我们怎么判断这个是机会或误会呢？这是我们今天要默想的。如何判断，如何准备呢？今天我们的主一直留下许多的指纹，我们看得出来吗？我们有神来的眼光，看见上帝的指纹在那里的作为，我们愿意迎先抓住这个机会吗？上帝邀请我们在这2023年一开始，我们就决定每一天的开始，我们用祷告，用神的话，让我们的眼睛亮起来，让我们的全五官打开，侦测出神的指纹，神在哪里走过，神要带领我们也越过，使我们看见机会，预备好接住。恳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再次透过以斯帖记，我们看见主，你真的不只是看不见的一双手，你其实有很多那个痕迹是你作为的指纹，在我们生命中那个机会，恳求你给我们有你的眼光，使我们真知道主你给我们的信号，我们就迎取迎上，接住这个机会，使我们真的是靠着主你，我们能够突破，靠着你我们能够成长，靠着你主我们要成为一个有用的器皿。谢谢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我们今天有好的机会，然后我们也做好十足的准备，我们就迎前迎上，我们今天是卓越的一天我们明天见。